就来看到苗栗县的德兰镇，一个查某囡仔，伊拄拄考到驾照，骑奥多摆载人去加油站要入油，敢因为对这颗粒啊路草无讲真实，也阁无熄火，一个无细腻吹油门，引起奥多摆强强弄位头前，弄到一台当日咧入油的警察车，该载惊无代志，警察车嘛规站好好。一台双载奥多摆骑入去加油站，车打直要停落来，就因为停袂在，按边仔出去。坐伫咧后壁的人赶紧跳车，头前的查某人甲车抓好在，但是意外还袂煞，就伫咧准备要加油的时阵，查某人竟然吹了油门，连人含车做伙按头前冲出去，弄到停伫边仔的警察车，镜头搁看一摆，实在是真危险。机车是撞在我们那个巡逻车右后方的轮胎，那是我们警车是没有任何损失的。代志发生伫咧苗栗德南的这间加油站，弄到警察车的查某人才拄满18岁，哪考到驾照，甲亲像毋是真了解车的状况，来加油站加油，阁无熄火，才会造成意外。因为警察车并无造成真大的损失，警察表示袂来追究，但是已经提醒对方以后加油爱会记得熄火。会啊，会熄火，没熄火很危险。没熄火很危险。对。加油进前先将车来熄火，这是真重要的代志。查某人当考到驾照，就真欢喜载人骑车上路。煞伫咧加油的时阵，来发生意外，真好佳在是无人来受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